新闻要带咱乡亲出门行，行咧新竹北部老街是台湾古迹甲历史建筑密度上界悬的老街之一，像阁有朱天宫、金光福公馆等等，拢保存了真完整。北部拥有甲别人无共款的聚落文化，来遮毋但是食到正港的客家料理擂茶，过会使呢行入这个古老的建筑物内面，去阅读台湾的历史、游览文化。 行入到这个北部老街，这充满热情的招呼，这条街有真侪正港的客家店。店内人客差不多每一个人拢会拿一支擂茶棍啊，伫遮亲身体验擂茶趣味。自己 DIY 研磨。那如果说时间不是这么的允许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带着一杯单点的一杯，带着走逛街上也可以。 吃煞啉完，会使行咧北部老街伫清朝是北部上爱闹热的商业中心，所以讲有真珍贵的建筑物。短短200公尺，老街有5座古迹甲一个历史建筑，像北部的朱天宫，虽然去年代讲法无共款，不过这100几栋来拢是北部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它不像闽南的话，它是属于一种很富丽堂皇，客家庙宇它是比较朴实。 就算真细致，只要经过电动桥，拢有声。原来这款特别的装置有伊特殊的作用。它是一个会叫的桥，都是为了防御类似警报器的。伫早年族群还未好好的年代，还会冤家相台。伫135年，北部遮就成立金广福坤号，当时这个建筑物就是指挥中心。那金的话是代表吉祥的意思，那广就是广东客家人。 福就是福建，代表闽南人。这款的合作关系为当时台湾的各族群立下典范。行一大北部，除了有通食、有通耍，佫会使看这台湾的历史基地，来一座无共款的文化游览。